第9日，只是看不中。1，請細讀以下經文：創世記4章1至7節。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懷孕，生了該隱。他說：我靠耶和華得了一個男的。他又生了該隱的弟弟亞伯。亞伯是牧羊的，該隱是耕地的。過了一些日子，該隱拿地裏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。亞伯也把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肪獻上。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，卻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。該隱就非常生氣，沉下臉來。耶和華對該隱說：你為什麼生氣呢？你為什麼沉下臉來呢？你若做得對，豈不仰起頭來嗎？你若做得不對，罪就伏在門前。他想要控制你，你卻要制服他。2，只是看不中。亞當同埋夏娃生咗2個兒子，就係該隱同埋亞伯。佢哋2人，一個係務農，另外一個咧就係畜牧。當佢哋2人一同以自己嘅生計嚟作為祭物獻給神，神悅納亞伯嘅供物，卻睇唔中該隱同埋佢嘅供物。聖經說，該隱就大大地發怒，臉也沉了下來。到底佢哋2人嘅獻祭為何會出現一個被神看中，另外一人卻係落選呢？對呢個問題，歷來都有唔少嘅猜測。最常被提及嘅就係因為佢哋職業上嘅唔同。因為亞伯係畜牧嘅，因此佢以牲口作為祭物，必有流血贖罪嘅祭。既然佢哋會獻祭，那麼神一定曾吩咐過獻祭嘅規矩，好叫佢哋依着辦。因此，該隱嘅祭物唔被神看中，係因為佢只係以自己從地裏所得嘅土產嚟去獻祭，所以唔能夠獻上流血贖罪嘅祭，以致佢嘅祭物唔被神悅納。呢個解釋當然有可取之處咯，因為佢解釋咗2人獻祭嘅分別，同埋經文中強調佢哋有唔同嘅職業。另外一方面，呢個解釋係用後嚟嘅獻祭制度嚟去解釋創世後人類嘅獻祭，而且亦都加上咗不必要嘅猜測同埋虛構嘅情節，如神一定吩咐過如何獻祭等。一個更為可能嘅解釋就係簡單咁樣接受神就係看中咗亞伯嘅供物，而不喜歡該隱嘅。你會滿意呢個解釋嗎？也許關鍵係在於經文中講嘅2句話：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。神係看中咗亞伯同埋佢嘅供物，而睇唔中該隱同埋佢嘅供物。因此，問題就係出於人嘅身上，而唔係喺供物上。神所說嘅話就係一個最好嘅解釋。你若行得好，豈不蒙悅納麼？3，思考反省。該隱同埋亞伯嘅故事提醒咗我哋一件重要嘅事，就係唔好用供物取代咗我哋本身嘅生命。如果該隱嘅生命係有問題嘅，那即使佢所獻嘅同埋亞伯嘅一樣，甚至比亞伯更好更多，也一樣得唔到神嘅悅納。呢個就係一個俾侍奉同埋奉獻者一個嚴厲嘅提醒。我哋為神所作，向神所獻嘅，永遠唔能夠取代我哋自己喺神眼中嘅生命同埋生活行為。正如一位教會增長學者所言，你被神得着，遠遠重要過你為神得着全世界。保羅喺哥林多前書亦都有一句發人心醒嘅說話，
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，自己反被棄絕了。哥林多前書9章27節。4. 默想禱告。的確，一個將生命獻俾神嘅人，佢一定會喺金錢上邊獻俾神。一個委身俾神嘅人，佢一定係一個樂於侍奉神嘅人。但係奉獻同埋侍奉本身絕不可，亦都唔應該取代我哋嘅生命質素。因此，我哋不單要為我哋嘅奉獻禱告，求神祝福同埋使用，藉此叫更多人得聞福音，教會得到建立。我哋亦都不單要為我哋嘅侍奉禱告，求神悅納同埋使用，使到神得榮耀，人得幫助。我哋更加要為我哋嘅生命光景喺神面前多多禱告，使到我哋嘅生命、我哋嘅侍奉同埋奉獻都能夠被神睇重且悅納，免得我哋為神得着更多，自己反被棄絕了。今日就為呢3件事禱告吧。